黄金海岸船坞拥有真水的造型外观，这几档经过市府活化，成为人气打卡景点。但是黄金海岸船坞内面的专柜厂商，伫门口扭起白布条，写下一行一行的控诉，讲经营黄金海岸船坞的建业公司，数年公文涉嫌不当得利。则常常以单方面改变，以每月固定收取要上缴的新台币4万块，还有一些什么水电啊，1度5块啦，还有一些就是一堆就是乱七八糟的一些名目。伫去年经营咖啡厅的林先生，9月开始开了200多万装潢，10月初营业，伫10月底被无缘无故强制撤柜。他就直接就问他为什么要把我们撤柜，他也不理我们，然后就强制就撤柜了。生意我们在做没有，那是我们有问题，那没错，我该给会给。重点是他4点才让我们营业，6点半就关门，一天做那个2-3个小时，那个要怎么做？我还请3个员工建业公司不止被专柜厂商抗议，也被观光旅游局解除合约。伫6年前，由建业公司旗下经营权经过重新整理，伫10月22号要正式开幕。不过伫开幕之前，观光旅游局伊就无依照契约期限规定，提送经营成果报告等等相关资料。伫10月12号，就甲建业公司解约。他们12号接到我们的一个契约终止的文了，这基本上是依照契约的部分违反逾期违金达20%，我们来发出终止。当然有其他原因啦，那不便赘述。建业公司跳出来讲，为管理局要求修正成果报告相关资料，已经修正6版。佮讲政府拖了127天才做开发，更加提出合约顶面的履约期限出来画完网。所以其实他之前就都招商也有开始在做营运的动作，都有啊。对。那在合约里面应该就算是有营运开始了嘛？我们从开始缴租金，租金就开始算营运的。对。建业公司对政府的解约完全无要插。也是伫动工搭上开幕的公告，李自救会成员已经向检方提告，希望唔通搁再有类似的情形再度发生。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。